那个主题的呗，也有各种主题的。但从小到大，当然有很多的身份哈。阿婆的那个孙女，也是爸爸妈妈的猛虎的孩子，所以我也希望你要把这个福气传给 Ketchka， 也传给他的家人。维珍，你爱他的爸爸妈妈，就像你爱我们一样。爸爸妈妈最希望的就是把你所有的生活的点滴。好，跟我们分享。那婆婆都只跟妈妈一样呢。我要遇到我婆姨妈事情，我要跟婆婆讲。公公也是一样，自己的爸爸呢，如果嘴巴好甜一点，就问着哈，有那个事情，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今天要去哪里，都跟婆婆讲一声的，有那个困难也要跟婆婆讲，不要说不敢讲，要做一个好媳妇哈。才德美貌的你是何其多，唯独你超过一切，你的价值胜过珍珠。伟珍，恭喜你！你是从在妈妈腹中，妈妈怀胎的时候，我们就一直为你祷告，看着你一路的成长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对婚姻的心意及满满的祝福。我买，看这看小宝，那么多人蛮多找不到第二摊的啦。规张嘢唔怕，都地福啊！快喺度揀賠。快喺度唔可以賠嘅，你知啊？你知。按到同人切到冇？冇限錢，你還多唔人擺好呢？還冇人面來啊？你米啊？兩米啊？95。谢谢，刚好。有，我知道。谢谢哈。多你一些。各位嘛，二十拜哦拜。我甲对的，就是婆婆，已经婆姨同阿婆，是我讲的，我说。因为手的山菜啊，在田啊，爱国子孙啊，买烟，有甲好个名声啊。来，他表演你了吼，你也这样是吧？
可以了。等一下一起。哦，带呀。刚刚我咧祖先呐。拿给我啉酒。啊，阮600个好啉酒啊，我都真解释啦。哎，牙爸要起去开600个好啉酒啊。俺咧家养家管，好像俺咧投稿啊，俺咧先生有咩啥叫咩睇啊，俺睇啊。因为沙黔嘛，哎，下几把我乱黔的，我沙黔。说离开俺妈妈，人羡慕人关心啊，那个家吼，同我做么人那个在好多人啦吼，你看俺阿爸各种嘿，因为我个还这个在杭州啊吼，还住到身边啦，还每日照顾我，有人各关心各家呢吼，都安尼有人靠我出我都好呀那种。对咧，冲下喂，哦，同一个祖先就黑了。嘿，同一个祖先拜啊，俺咧自家私下拜有一道些，因从属于那个家冇看到你拜，不得也走没吼。家己切。他爸爸是冇分寸的。都长大了。民国是77年去大陆的时候，大哥也有跟着去了。没有。2夫妻老人家去。这个也是。要张阿哥，他很气我公公骗他过来的，因为他很苦嘛，他很怕再过苦日子，然后他就跟他讲说，我们在台湾哦，他们家是大地主，有钱人，房子很大，地很多，然后他就很高兴啊，好啊，那就跟他来啊，真的过来了。过来的时候就在那边，是那种茅草屋啊，然后那个竹子这样一个，然后用那个报纸贴的，还没有泥巴糊哎，用报纸贴的。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是冬天，又下雨，可9天了，雨又喷进来，然后上面又漏水，然后他就拿伞，好，他就撑伞，然后他就哭啊。他哭，然后我公公就回他一句话说：“在房子里面还可以打伞，多好啊，还哭什么哭？”我说：“啊，你为什么不跑？你那么笨干嘛？”我要往哪里跑？他真的不能跑啊！他大陆来的，他欺负我大陆来的，他真的不晓得去哪里呀，然后就不能跑，所以他就只好挺这个家。反正你们是缘分啦吼，我想千里情夫呢，因为我铁路口啊吼，妈妈同我本人做同样事啊，但是我唔呢，我要用头走呢，所以讲安尼我想千里情夫啊，因为我都不会碰到他啊。
青春复苏嘛，今年个元宵节的意思。嘿元宵节啊，对个今年天年了拜平安吼，同时们呢保护俺的状态，俺的一年的平安安尼啦。啊，到汉一拜了吼，到过年11年的遐都晚，车感车伊安尼，哦，感谢上帝个保佑俺的，大家都平平安安的，都安尼啦。哦，嗰种有时唱嘅祈福安尼。嘿，都真没安排都幸福，啊，真的11年的遐都万福。啊？你孙女都会，我发哪一册鸦片来呢？拿鸦片册。不对啊，摆出一个。平常时啊，像催生啊，早晨头啊，念经呢，按照天数的咩吼，啊有的老人家按照把每个的啊，数个的了葱油的都一个我还没调色。郭小妹，有咩5个盘路哈？恁摆是5盘的，啊，可能是6盘的，嗰度6盘的。冇啦，用摆6个。恁摆是5盘的，下加5盘，上加6盘的。甲迄阵讲，以前嘛个少的事情，我来阿 Q。他把肚多，安尼不人骂呀，因为俺又唔敢同人吵事咩，俺那个痛苦哦，哎呦，这个头应叫我，我做迄个慢慢的，俺做娘婆哈，加妈妈，我做迄个哭一哭，俺唔敢不人提讲啊，俺输到委屈，俺头家过来，俺唔会投伊，俺唔会同伊讲啊，乜人对俺样啊，俺唔会讲。俺的先生，我想啊，一个这个，我打麻将没哈，2人是个赌博打麻将，爱推讲的呀哈，爱看的呀哈，伊讲，嘿啦，一般唔去啊，因为亲好最嘛同讲，啊伊2个薪水哈，退一高本，啊米钱啊，因退一高本，伊冇用到，我说他办过意啊，他讲，我又冇多年钱，薪水做下高本。生意的教育就买做高本，啊田就买呀，有东西好买，有人睇书，我又冇门，又冇茶庄，啊伊讲那做唔得，只能请人咩，喊人做咩，我又冇问我唔可以，我又没到按到生意的哈，少人的用的钱啊，虽然讲唔实施来讲嘛，伊知影薪水天班的咩哈，唔可以讲嘅，我唔会讲男生用啊那个，冇嘅呢，啊像我太郎啊，都等你上。我太郎会等得乖，又唔会赌博，又冇13万同人家天数13万做些，啊我所好用我家咩哈，啊我家个都姊妹做嘢去啊哈，伊老母因为对天数带生意呢，天数装一对，装嘛个对天数看东西俺是冇，他把看那段那么赌场有个通话嗰个偏要有人天数俺用。啊，有冇娘家咩？系啊，我冇娘家啊，中一阵中每同俺像我做嘢的差唔多2只手咩？啊，有人的天数，俺冇人天数，冇人给呀。想到他就看到我，我肚子痛，肚子痛啊，我掉眼泪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俺掉眼泪，俺没在人面前掉，我自己房间偷偷的掉，往肚子下面吞眼泪啊，不敢掉出来，真的好苦。那个时候真的好苦嘞。我爸爸都，反正他就很乐天的人，他就是负责说，俺都上班，好，如春节都帮俺妈妈，安尼，啊不头一路下班过来都吃饭那里啊，因为附近哈，安尼都打个小麻将。我们的小孩这么多，然后先生又不在，我就看到妈妈在哭。妈妈常常讲，我眼泪从来不在外面流，我一定自己在房间里面，所以我看过好几次，就是妈妈哭，可是她出来外面，她擦干眼泪，她一样为生活为孩子。对，她常常讲说，我不让别人看到我为先生担心，我觉得是孤单无助，
而且他没有地方可以说，因为他没有娘家。好，那个时候他只有几个从大陆的时候一起过来的好朋友，但是黑他得屏东，那时候交通电话都是这样的不方便，他不可能去那个，所以他没有人可以讲。伊不是讲，我如落厝啊摕遐食米的，我疼的爸爸，我如没有后退的路了。可是伊哈爸就开玩笑同我爸爸讲，我妈个毛我命一条，那对我毛吼，我如命一条我就跟你拼了。俺那老人家是人家9岁的，没人家9岁的，人家玩水呀。他刚过来台湾在台湾举目无亲，又不会讲客家话，只有我爸爸会讲国语，其他的都不会。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他会遇到很多人家对他的误解也好，或者是对他生活习俗的不一样。我妈妈哈，都同我讲一句话，不管做乜嘅事情，你都同我記得。我本人講啊，我成馬成年咧冇搞到。有一啲媽媽都同我講，哎呦，迄哦，你聯絡心臟嘅萬年咧妹哦，安尼伊講，哎呦，頭擺媽媽落嘅時節咯，親醬哦，安尼拍噗噗嘅哦，嘅兩條嘅安尼乜嘅啊？伊人講嘛，路邊嘅啊，哦。路邊咧青苔條按床啊，做床衫吼，行路又唔多遐個行，因為伊個遐做布鞋來都怕過做劇個咁啊。伊講伊個行幾樣嘅路去看，伊講，但是唔過啊吼，氣血哦。他刚刚来的时候都是带旗袍回来，因为那个上海都只有旗袍。没有这种长裤啊，也没有这种有袖子的衣服，都是没有袖子，所以他刚回来的时候穿那个没有袖子的，乡下穿旗袍被人家指指点点是烟花女孩子，她没有衣服啊，也没有人带她去做衣服啊。后来她小姑也去学裁缝，有帮她做衣服，她才有那个长裤跟那个有袖子的可以穿，她几乎都是一个人承受。我爸爸又唔伫咱装迄个旧收音机过来，去遐个收音机啊。按那个 Q 外壳是木头的，我还记得是枣红色的。我摕个行呢吼，伊个唔好去屯人，安尼三姑六婆安尼，东家堂西家短，伊唔要去屯人家，伊家家都去管啊，摕去甲行呢吼。伊带我按倒太太洗人咩，全部面摕面床，伊都摕个糖个收音机啊。收音机计遐广播电台啊吼，最始行的啊吼，如计啊，乜个广播剧啊，广播剧计乜呀，有的崔小平的剧，几乎都是崔小平的剧哈。嗰度我生日咧腔调啊，如个剧啊，我觉得那个就是帮助他安慰他思乡的心情。计遐流行的歌的地步吼，白光的啦，乜个最爱唱、最爽唱的一条歌，都小小羊儿要回家，小小羊儿要回家，不死虫。
我就觉得说那个是思乡的苦哈。青苔了无？我哪死哦？啊，一粒都算唔hết哦。阿公估了哈。讲七日，等有只估了哈。哈6日大啊。 6日大哦。6日大要估了呀。有一个礼拜估了，我带2两估了不能讲啊。我带2两估了，咁要中我看佢怕，无法做危险事的咯。伊那无安寒呐。我要3本，我要打败呢。但冇3本能拿回去，中下啥？ 早晨就放了煮饭、洗衫褲、煨雞、煨也咪一塊婦人家洗，燒豬尾、煨豬尾婦人家洗，生日的是那婦人家洗，做我事嘛就彈炒雞，燒菜我炒雞叫婦人家負責，咱們人冇負責。最苦啊！好了。 反正按样讲啊，最唔晓得做事都，乜个事情都不会做啊，都面对我辛苦啊，吃东西又冇不一样，那汉人吃的东西嘛，像早上都有吃3餐饭，早上都以前嘛，照样那同煮边头青碗的煮呢，你有感觉嘛？怎么吃饭哈？我照样煮很多菜，哦，像我以前俺的态度讲啊，早上像今安用啊吃稀饭那个青菜没哈，以前没有。 都要煮3餐，煮安尼饭哦。反正都投入汉人那个咩，做汉人那个事了喏。我咁樣學噶啦，哦，咁樣定義啊，好像家教都對家做，我用咁那都我咁樣學，嗰個，按那個可能唔咁樣含住學啊，那就嘛唔會。 俺冇讀書啊，因為俺那個辛苦啊，我都要抗戰的，然後俺那路開辛苦冇讀書啊，一讀書啊怕冇聽黑啦，冇搞得要這個的。冇啦，俺印度我要一下面。 2瓜、3瓜、4瓜。我用过。一碗长的锅有瓜头。上了也解釋啦。一定要收入冇重用啦，哎。我看呐，頭擺俺那幹樣話是，我看呐，我來到年路開嘢都看到樣我做嘛個我學啊，俺都用看到我呀，俺那婆婆講啊，唔是人教，我看，我上網學，我認真，冇那個哈都是人教，看到樣我裝學嘅，睇下樣我做事，我都喺度做，俺100唔會200都會安尼啊，俺那幹樣我講100、300、200數。 哦，多久我都冇安尼唔個呢？我那干樣親好，我那干樣一定係親好脾氣，啊點點的運作，又唔會慢呢。過來咱看到迄個那干樣都親人幹啊，就說點點運看，啊
安尼，我人讲啊，大陆人嘛，我都讲毋是佫难，毋好做。反正家像我开本机，开车开错，我看毋起大陆人，啊，我都要到个，我没本人看毋起，我都安尼我都做，安尼我都好。佮反正按大针毋着可以什么哦。可以啦，直直啊磨均啦。啊，安尼磨啊，我是也反正我是也过来啦。他说他的妈妈说他是扫把星，不可以在家里，一定要送出去，不然会死掉。所以就努力的把他送出去，没想到他要偷跑回来，然后又再送。他说他不知道被人家送了到底几次，他也忘记了，4次还是5次。伊讲啊吼，伊摕去照顾给生人的时节啦，伊照顾给生人的吼，给铅笔啊，写安尼都安尼存到短短的，下到垃圾桶啊，吼，啊伊愈染风落，染风落吼，伊愈填分给安尼写啊，结果伊给生人的吼，推伊妈妈讲，吼，推伊妈妈讲啊，妈妈安尼做安尼事情啊吼，妈妈讲被打落死啊我，嘿，我妈妈啊，分给安尼主人啊。打啦，嘿，就是不准你做这种事情啊，唔可以安尼，你都专心都照顾，都皮都错，唔可以下失。我妈妈都同我讲，伊对家下开始啊吼，伊发誓啊，伊都讲，我绝对唔会去拿笔来写，啊，咁多个阴影啊，在他的里面。我母亲把这些童年的影响，当很多挫折、很多受伤的经验，那个都是伤痛。那些伤痛，他就有机会，他就把它化成力量，让自己去创造更好的生活。伊讲，我了证明本人看讲啊，我唔要扫把星啊，我唔要按摩啊，那个是对他来讲是一个价值。那为这个力量，再怎么忍，他就是要奋斗。哎，妈妈愈同来讲，伊心拄都呛问讲啊，我一天都不爱生人来读书，我无读读书，啊我一生人按坎坷啊吼，一生人按辛苦，我希望我生人呢，不管来每的生人的路，要读读书，还一摆要出头，唔是无像伊按辛苦。轻轻拿的石头。看完它就会下来。酒量的今天你还可以吃的哈，也做的。可以啊。一点你是自己挑。嗯。你干嘛呀？我50块跟他买。够了。干不简单。他对文字很敏感呢，嘿，他看我这样子写，然后他就会问我这个字是什么，然后我跟他讲了以后，他下一次看电视他就知道那个字是什么。他很聪明，这样子的过程他竟然能够认识很多字喽。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工程师吧，如果他有上学的话，因为他做事情就很有逻辑，然后他事情他不会做到很完美，但是他会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把事情就是每一样都做到 A 这样子。哎呦，我朋友还很想喝呢。来，君这里给你做。哦，可以做2块是包的呀。做2块是包。你2块是包的。有啊。你2买落来的。阿公5点不可是很随意。没有。我觉得婆婆很厉害，是她做人非常圆融，她是一个很和蔼的老人家。像我去读戏剧系啊，婆婆都不会质疑我们，她会直接跟我们说：“哦，不要哦，就是你做选择，你就努力做。”就是贯彻它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婆婆是给我们那个，没有疑问的那种支持的力量。
过年哈，我都摸不了哈。那过年都过多年了哈。哎，过年过多年。要不安排过节买嘛？这把银经路又冇通。我乜個從我哋點啊？我安尼講，我聽得到，安尼講啊，聽得到，聽唔到的。對哦。嗯。哎，年紀大個阿婆能做嘅咧。嚇？年點諗的？嗰人呐，阿公阿婆今年能做嘅啦。一定持皮，佢持皮有時嘛？如果持是唔是？唔可以存於正，正路存於我哋講存於潮濕意思啦，一定冇存正。對人歸好。有乜嘅事啦，有乜嘅老人家嘢就是，而且對唔會變換事，唔會大半老裝半頭擺，係咪要做幾做班啊？如果半老人家事。前老人，過來，跟住，他又唔是，嗰度，嗰個次又講話，他唔是又唔曉得講，還沒那得過去喲。那個時候好快，一下有60多年的喲。回頭想很快樂啦，但是真日子又以前的好一年嘞，位置好多呢，也看見啦，上午早晨精神人會出來的。然後到那個主堂去拜拜的時候，不可以穿短褲，不可以把這個腳踝露出來，一定要穿到就嗰種啊穿正斜，種啊穿緊，然後不能沒有袖子。按像伊哦，像我俺哋做哈邊人吼，俺哋聽過尿去那了吼。謝謝一個禮拜啊5天都同俺的婆婆講過，哎呦我那就那一條看到好毛，蒙過伊，真過伊安尼啦。我說謝謝我對講，伊都歡喜。哎因為俺什麼點那規矩啦，俺哋辦每個都會講安尼。個那我那一條吼，謝謝我同人家樣講，哦，我同人婆婆講安尼，唔好講啊，哎我上午我哋做會咗，阿媽俺哋做會咗安尼唔可以安尼。以前的人過多規矩呢，像前啊三夫四貴了，俺那婦人家婦嗰條先洗看啊男的帶下，吼，啊過就看家娘的，過人靠洗來的，家公呢做當行啊呢，吼，啊過就洗三夫啊吼，家公呢三毛洗做頭前，吼，啊洗就洗來的洗，啊俺的婦人家就做最後輩，啊個水壺呀又唔可以洗出來俾人看到哦。我要洗個褲帶下呢，檢驗哦，洗腳褲有冇被人看到哦？最重要的一個支柱，安定的支柱。再怎麼樣，天老闆用的打拼，阿妹唔出去幾多路卡，幾多路卡，一家太細，要靠乜嘢啊？靠阿妹啊，靠家呀。我從細看我媽媽那樣，忍辱負重啊，沒有話講，100分，真的是啊，這一家的重心呐。很大條。一條跟紅的毒的，一條多一些。很難呢，來。一條線柱，一條線柱。外婆後來失敗有失智，伊去天橋嘅做事，安尼話生活哦，伊都交代安尼，一天咧照顧阿婆，像阿婆已經痴呆嘅咩吼，安尼他辦到，安尼我是我鳥啊，他都裝喺邊，挨年咩愛提裝嘅事。迄無事無同阿婆事，古代安尼，伊會勸啊。伊講對老人家、對長輩唔可以安尼啊。嘿，伊過太，伊我感覺到伊本來呢心態伊點都講啊，愛尊敬長輩，愛照顧長輩。
安太跳，安太跳。去跳。伊个平常哪先煮？哦，迄啦，免讲是讲去跳，我摕路嘛。唔会，万骨哪会抬？啊，昨天我一回来，我带你去看我的葱时光园。哦，哎呦，好漂亮哦！啊，现在外面葱很贵呢。哎呀，以前你都8个呀嘞。对啊。哎，我蛮会啊。你看俺是冬瓜真的。哦，要看它的冬瓜。有没？他说这是原种的冬瓜。一改良的冬瓜啦。是改良的原圆的呀。阿姨，你有爱好种菜吗？过去呢，可能长大，可能大嘛，就同小孩学生意的样的呢。啊，莫太无聊啊。过程很快乐了。过程啊，哎呀，生个哟。哦哟，又开花哟，又大哟啊，那都有一种心情都快乐啊，嘿呀，过快乐啊。我点嘛做啦，安尼关心。俺72年的时间叫俺给老大，俺74年的时间叫俺的太妹，去喊俺妈妈同俺坐月子的时间，俺妈妈又会做饭俺食，做好呀吼，又照顾俺的来，同俺来洗身，吼，同俺来洗身，总不俺来食，俺给长来哦，2岁10个月都是我爸爸妈妈一手啊，因为俺个生日呢，这个唔会错啊，够严重的染色体分裂异常。所以，我爸爸妈妈都安尼一汤匙一汤匙安尼喂他，俺个给他来75年的生命让过生啊。因为那个孩子那时候我们大家一筹莫展，我能做的就是去四处去问有哪个育幼院那个可以收留的时候，他那种很果决的语气说：“我来带，我带回家。”啊，我就这样子带，他有缘他就跟我就活，没有。就算了，有长辈亲戚来骂我，你遐个狗妈个认识啊！爸爸同妈妈无推爱生人的时间，两公婆一快乐个呀，因奈落去了，更加唔可以过嘛个天育个想法啦。他舍不得，这个舍不得就给我一个领悟，就是说，虽然俺各种过地狱的生活，但是我爱他，我还是愿意全心的为他付出。他让我看到的就是他的大爱。闽南语因叫我，一路安慰我爱，同我讲啊吼，每点人吼有伊的一命，伊迄会疼安尼啊，伊愈会好，伊愈会疼，啊伊迄无安尼命啊吼，伊愈即个愈会去，也可能让俺妈妈爱去安尼经历啦，啊有迄落寞肠癌良性，又带伊去看医生，啊愈检查讲先天性的心脏病，啊去喊俺的生意呢按多啊。俺爸爸有一个细细的那公务员，以后也没办法他啦。有一摆过年的时间，俺妈妈提洗身的时间，一路出来同我讲，妈妈偷偷同我洗身的时间啦吼，叫子的啊，伊讲妈妈命里也身体啊，不过就安切哦，都安尼不舍，很难过。俺都这个都得去想象讲，伊同俺妹妹洗身的时间，心肝里痛的哦，很无助，环境不好，穷嘛。适合毕业的时间，一路心脏病过身的。
说，他就是用一个想法来让自己停止去难过，开始新的生活这样子。伊讲，心肝爱向，就这样，意思说你这么狠心要离开我，那就算了，你去了吧。他用这样来切断那个舍不下的心情。他就是一直缩小，刚开始还蛮巨大的，因为他就以前就是胖胖的，然后后来就是有一直缩小的感觉。然后以前我画他都会用排线，就是刚硬的线条，因为他就是比较凶这样。可是他最近就是可能年纪也比较大了吧，就是越来越比较好相处嘛。都没有变啊，还是很漂亮啊。他那时候比较胖，10年。就是2年前了。那时候我那天下午要去坐飞机了，然后他就坐在那边，然后就不要去机场送我，他就在家里偷哭。你去美国那时候？就是放假回来，然后要走。我第一次看他哭也是我第一次要去美国的时候，他在那边摘槟榔，然后摘到一半就大哭，就一直哭，然后我妈就问他说：“那你要不要一起坐车去？”他就说：“我不要。”他就一直摘，一直哭。你也是吧？对啊，现在想起来是会哭。对，那时候比较难过的是离开婆婆咯。是吧？因为我小时候都跟他玩。然后我这边有画一只猴子，因为他小时候他就不会折纸啊，可是他只会折猴子，然后我们就一整包色纸全部折成猴子，然后就被我妈骂。哎呦，岁月不饶人咯。他其实不太会对我们凶啊，可是他会对外面的人很凶。如果有小朋友欺负我们还是什么的话，他就会很凶。如果我们都还没去打架，他就先把我们揍那个小朋友。因为他没有其他的家人啦，他的家人都在大陆啊，然后这边是他自己建设出来的，所以他就会好好的捍卫。我觉得是婆婆有很强力的把大家拉在一起，因为这些小孩是他的财产，就是他仅有的就是这些东西。对啊，因为你说他跟公公多好还是怎么样的话，公公也都走了。他如果那些东西他回去看过之后，他也觉得就是那不是他的，但是他就会觉得那已经不属于他了，这边才是他的。就是啊，做伊有缘生，还佫生气呢。安尼我也时阵嘛有妈妈好做呀。我多年佫羡慕我呢。我真爱妈个幸福，吼，我真满足。妈妈，伊个水饺皮佫好薄呢。伊水饺皮真好薄呢。伊个水饺皮佫好吃呢。对哦。你那路边的水饺汤啊吼，不用去葱花清汤。我嘛不用葱花吼，你不用豆浆吼。我嘛唔包我佫厝呢，唔包我佫厝呢。我嘛唔包我来中意咯。肉诶，唔觉得薄诶。总啊多米哦。米要得用了呗。是个遐多米哈。我吓死来。这丝瓜有光呢。好吃。哇，那以后你的丝瓜又多一种用途了。哦，也蹦蹦那种啊。哦，对味哦。我印象最深的，伊都安尼，虽然自家生活过辛苦来讲，但是吼，伊安尼对于佫苦的啦，无如需要帮助的人啦吼，伊一定尽力帮助，可以帮助人，伊都帮助人。像我以前有一个阿伯吼，伊等于年纪过大个。礼拜安尼身体磨时节了吼。例如，我妈妈如果问我讲啊，家己放，向我提向我去嫌啊，睡机床，如果嫌个安尼伊在机床吼，伊在
开洗浴房，伊讲像爱拿药个就安尼。伊同我讲，伊计划，伊讲啊吼，要本人呢，如果最好本人，莫讲啊，即个唔可以人来本人。嘿，伊要本人的东西，伊拢唔钱，即个唔钱嘅，伊都先托放了也要本人嘞。伊讲你即个是咧加罪过，啊，本人是咧吼，那个呢冇人来本人是，侬冇生意嘅安尼，故所以其实爱速度也影响美国台。问我妈妈讲，佮唔用做目个爱中意佢咯，安尼。佢讲，佢都对我亲好，啊我看到伊哦，对万人都佢暖心嘛，佢爱护别人啊。他们虽然是两情相悦，可是老实说也还有很多的限制跟规矩嘛。你要到伊家庭的时间，唔可以能面临的某个事情。个情况嘛吼，我爸爸也种嗰种很不负责任啊，拢唔照顾我妈妈也种行为伫背吼，佢讲伊啊吼，佢想啊妈妈，可是伊跪下来的时间，睇下大家族伫背，不可能啊，不可能的事情啊，我妈妈要学做好媳妇，个情况啊，伊看到这种情况，伊心都会比我妈妈个情况，啊，伊又无能力讲啊来。反对文化习俗，吼，按讲，人都在讲伊个协会，伊再出来安尼做的时阵，迄咩，我也会被人批评，所以他心里面其实非常非常的痛苦，痛苦到不知道要怎么办，所以这就是他的唯一的出路，就是离开啊。出去通球的啦，出去打牌的啦，出去给摩提亚路卡，啊，感觉到给他对人来讲哈，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生命的连接哈，结下最深的那个缘。我妈妈提下书按都苦魔做啊哈，后来我爸爸几道行为对伊来讲都是可以让他气得牙痒痒的那些事件，他都可以。一次一次的过去，一次一次的忍耐，一次一次没有关系。我感觉到给他那个打从心底就深深的相信，你就是我生命中第一重要，我也是你生命中第一重要的人。我感觉到也点嘛，就所谓的海誓山盟，我感觉到不是口头上的海誓山盟，那就是心里面的海誓山盟。我妈妈常常跟我们讲说，丈夫一丈之内就是夫啊，丈夫啊，好，就是一丈之内这是夫，所以爷坚持的原则就是，先生去哪里，你就要去哪里，要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家。我妈妈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念，我就认为亲情无价。我更加同生意人们讲，亲情无价。什么都可以改变，什么都可以不要了买过，但是亲情是不能改变。养俺那搞光，我也做了生意的3年呢，做3年个做了生意的，很多的吼。哇！新年快乐！给阿婆抱一下。新年快乐！哇，谢谢。阿伟出去了？哎呀，有啊，有，我走，谢谢。走，哎，快点，哎，新年快乐，3月生日快乐哈！谢谢。不简单。阿少，哎，有力哦，谢谢。什么也没好，乖乖喂他，就不他不乖乖喂他。哎呦，现在等你呢嘞，加油！哎呦，哎呦，不是人家呢。哎呀，我都走台呀。
那去吧，专门找朋友。那去得到。没有，